大家中唔中意聽神話背後嘅真相？今日我哋讀書日誌同大家繼續睇呢本《Supremacy》。講起 Sam Altman， 大家可能即刻諗起 ChatGPT， 但你知唔知佢20歲出頭嗰陣係一個會因為趕 code 趕到生敗血病嘅癲佬？書入面講到 Altman 創辦佢第一間公司 Loop 嗰陣，佢哋係典型嘅拉麵創業。Altman 每日淨係食即食麵同星巴克咖啡，結果身體嚴重缺乏維他命 C。大家想象下，一個21世紀嘅後生仔，竟然會生呢一種古代海員先至有嘅敗血病，你就知佢有幾瘋狂。但最諷刺嘅係咩？佢咁辛苦 ，Loop 最後係失敗嘅。當時 Facebook 崛起 ，Loop 呢類社交定位 App 根本冇人想用。呢度帶出咗一個核心觀念：創業唔係單靠勤力就得，市場嘅風向先係關鍵。當時 Loop 被指控會變成跟蹤神器，甚至有女性團體擔心人身安全。一般 CEO 可能會收收埋埋，但 Altman 竟然主動寫咗一份長篇文件俾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，自己拆解晒個 App 所有風險。呢一種反向心理學非常之絕，佢透過徹底嘅透明化，反而令到批評者無從落手。呢一種處理爭議嘅手段，亦都反映咗點解今日佢喺 OpenAI 嘅政治漩渦入面，依然可以游刃有餘。最後 Loop 賣咗4300萬美金，對普通人嚟講好多，但喺矽谷扣除投資者分成之後 ，Altman 基本上係白忙一場。但佢無意志消沉，反而因為呢次挫敗，佢明白到，與其花時間做一個普通嘅社交 App， 不如去做啲影響人類生死存亡嘅大事。佢當時受到 Elon Musk 啟發，決定由社交網路轉向 AI， 因為佢想做救世主。由呢幾頁書我哋見到 Sam Altman 唔係一開始就係天才，佢係一個喺失敗入面學識點樣控制輿論、點樣調整野心嘅野心家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透明度係最強嘅防禦。當你遇到爭議或犯錯，唔好試圖隱瞞，學 Altman 咁自己拆自己穿，反而可以建立信任。 2. 檢視你嘅野心質素。如果你發現做緊嘅嘢好辛苦，但回報低，問下自己係咪喺度做緊一啲瑣碎嘅嘢，有冇勇氣去挑戰更核心、更大嘅問題。 3. 人脈網絡係加速器。書入面提到矽谷嘅 Bucks 或 Battery Club， 唔好單打獨鬥，主動進入高質量嘅圈子，可以幫你喺失敗後快速翻身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聽呢類關於科技巨頭背後鮮為人知嘅故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 Sam Altman 係一個救世主定係一個公關天才？我哋下集讀書日誌再見。